喺論人論孝論君子裏面，孔子提及過克己復禮為仁。咁有啲同學就會認為仁就係仁慈，禮就係禮貌。如果同學仔係有呢個諗法嘅話，就完全錯晒。所謂克己復禮為仁嘅正確意思就係克制自己嘅慾望，令到自己嘅言語同埋行為合乎規範，呢一個就係叫做仁。而至於禮就係禮儀同埋禮儀，亦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叫做規矩。舉一個實際嘅生活例子，肚餓要食嘢，呢一個係人嘅慾望，孔子係絕對唔會反對嘅。不過食嘢之前，如果你茶餐食嘢，你係要俾錢，呢一個就係規則同埋規範。同埋食嘢嘅時候要注重餐桌嘅禮儀，中餐要用筷子，係咪啊？西餐要用刀叉。嗱，呢一個餐桌嘅禮儀亦都係禮嘅規範。想對論人嘅文章有更加多嘅了解，記得 click 我嘅頻道。我今日講到呢一度為止。